有教育基金会针对高中以下教师来调查，伫咧 AI 的素养其实是有落差，其中各中教师家己拍的分数上低。基金会认为讲，这有可能是因为考高中的压力较大，亦个有对应用 AI 来教学的态度是有较保守。AI 流行台湾的高国中小老师教学应该为素养咧。黄坤辉教授教育基金会用 UNESCO 2024年发布5大素养指标研发问卷，各用牛笑1到4分评量表现。老师自认有的素养是 AI 基础甲应用、AI 成本思维、AI 伦理。表现较无理想素养 ，AI 教学化、AI 专业发展明显低甲型有落差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啊！忧的是赶不上世界先进国家，可是喜的是什么？喜的是老师有这个认知，我们就有机会。老师的学部年资甲 AI 素养正做反向关系，学部年资愈长 AI 素养比年资低较低。国教育阶段内底，高中教师的 AI 素养分数上低。基金会推测，甲高中阶段升学压力较大，应用 AI 伫教学顶悬的做法较保守关系。对调查结果，基金会建议教育行政单位应该对资源分配教学对象无共款的安排，教部应该赶紧制定收费计划。美国是将 AI 融入到各科教学里头去了，日本是将 AI 纳入在跨领域的。应邀评论台中教育大学校长郭碧成也建议，教部建议教师 AI 素养结果作为执前甲在职培育目标。甲日本已经达成一升一级比起来，台湾校园依然有进步空间。按过整体来看，台湾的 AI 教育其实一直表现袂歹，也免太过悲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